我是林哲熙，我是 BB。我有买桃园电影节的套票，你要一起去吗？啊？我有买桃园电影节的套票，你要一起去吗？大声，这没事。再讲一次。我喜欢你。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林玉婷。哇，大家頭先看了廣告影片有戀愛感覺冇？今半日愛圖大家共下來感受桃園的天陽節，透過一步一步的天陽來細看人生咯。非常歡喜邀請到桃園市文化基金會嘅主任鄭英煊主任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好來分享哦。主任好。好 ，Rita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桃園市文化基金會主任鄭英煊。今日主任哈，一開場就帶俾大家安尼心跳到個腳嘅感覺哈，也擺桃園嘅天陽節，愛俾大家完全冇同樣嘅感覺。我想一開始哈，先同大家報告一下發通嘅地點同時間，好冇？好，我哋桃園市文化基金會開始來辦日嘅也係桃園天陽節哈。天2年的時間咧，哈，等於講按多年時間，去年開始辦下天陽節，今年我哋所辦的時間，咁樣收聽佢嘅暑假一段時間，哦，當然因為桃園喺嗰度後生朋友啊，哈，學生朋友，哦，佢啊睇一個城市哈，所以講我哋天陽節辦的時間，大部分閒的時間都可以嘅暑假也得用了的時間哈，所以8月23號到9月1號也10日的時間，佢中立。哈，中立嘅天陽宴哈，還講佢我哋桃園區嘅189影城，還講佢我哋巴德嘅國賓影城，也3個地方來表演天陽。古時呢，按係8月23號到9月初1，差唔多10日嘅時間。有到10日啦哈，也10日呢，總共有82部嘅天陽等等大家哈。其實按人講吼，一日最少起碼就要看8部天陽，怎可能算呢？即然後幾個人後佔啲天陽地度啊哈。係首先要辦天陽節哈，因為人講桃園佢自家來辦天陽節，今年第6屆，然後以前一定冇共用廣東到離鄉嘅情懷啦，今年特別有按呢戀愛戀曲。2019吼，因為先按呢個名嘅，帶俾大家有新嘅感覺。哦，其實啊，吼，我哋我先也呢單元來講，係講也主題來講，吼，用戀曲2019吼。其實因為我哋桃園本身伊係台灣最後一個升格一個直轄市，吼，所以最近也2-3年來，吼，我哋呢個人口吼，慢慢地就會去增成中。1年差唔多入來到桃園咧，差唔多有4萬人。哦，加入入來嘅家庭嘛，係以個後生嘅家庭為主，所以我哋平均年齡差唔多都38歲左右，如果後生，嘛可能嗰多年以喺那嘅桃園，唔過佢台北也是條路，所以我哋都會想，也係慢慢地也都市，慢慢地係變嚟啲個年輕，個後生係也都市嗬，我哋後尾也。其一方面吼，慢慢嚟去行到一個個有活力嘅個年輕嘅一個安尼嘅主題來發揮吼，所以我哋同也策展人吼開始想，我哋用乜嘅主題吼來做，來開始行，我哋也桃園天陽節今年度2019嘅也條路嚟方向。古時就用戀曲2019吼，嗰一個戀曲吼，我要翻譯下，有一個天陽嘅手冊咪吼。第一度講嘅戀曲可能有愛情有親情，各位對於生活當中你相愛可能係你想愛拿到，唔過係冇拿到嗰種愛戀嘅感覺，全部係啲一擺嘅天陽地度愛講嘅。係，我哋地度吼有幾多嘅單元，當然啦，也係我哋其中一個單元講戀曲、都市戀曲，你我。
他又再加一啲他，吼，因为安尼先咧片的伫拄的吼，当然伊包括讲伊可能有青春的恋情吼，包括有同性之间嗰种嘅暧昧不明的一个关系吼。那嘛有从先的一部嘅日本的片的吼，佢讲安尼也老人家结婚有50年的。哦，佢嗰種日本嗰種父權社會大下吼，啊嘅富人家嘅夫卡一路佢唔敢講事情吼，當然啊嗰度同時冇法度做安尼去同伊嘅老公嘅溝通吼，嗰度事情嗰種咱可以同嗰陣妹會講，啊嗰陣妹會變啊講，一路係因嘅夫卡為伊個做啲溝通嘅伊度，啊嘅有因嗰陣妹會含見起來。咁樣解釋，伊無法度講法嘅嚇，所以從安尼天陽一鋪天陽哦，啊，只有貓咪知道，貓咪不說哦。就種一鋪天陽，伊嘛係今年佢日本伊上映以後吼，台灣可能要到9年嘅時間，能會佢天陽影可以看得到。咁啊，佢安尼半夜嘅時間都可以佢桃園天陽節可以看到一部片嘅。哇！一票我用搶嘅咧，佢因為我看手冊吼，有青島啊非常寫明，無論講到次文化等等啦哈，都本大家各有興趣啦哈。而且大家可能一看到也海報吼，就會想要不要天陽節吼，唔係講膚色嘅。金色嘅天天，當太淡用嘅紅色嘅吼，人講紅色主要無共用嘅想法，可能係較激情嘅、較太淡嘅、較激烈嘅，也係講較有力量嘅吼。要不然視覺沒有同到想法呢？係，其實我哋設計部嘅也就同事啊吼，如果過後上吼，所以伊能佢做安尼嘅想法嘅時節吼，當然我哋同策展人。討論嘛已久吼，所以我哋設計出來也就包括講我哋手冊也好啊，也就商品也好啊，吼，同埋匯報吼，看起來都係伊個後生人嘅一個味道吼，譬如講也仍然咧代表你哋啲鏡頭吼，鏡頭地度嘅吼，又看得到也就人講嘅景深吼，看到景深嘅感覺吼，加因為我哋咧片段地度嘅有一啲單元佢仲要係講音樂啊，所以。伊嘅時候啊，也有同嘅係即插畫家合作，也一啲插畫吼嘅地方。當然我哋頭先嘛有聽到我哋現場工作人員講一講，哎呀，你看起來嘅推看起來，嗰種伊嘅報紙吼，係出嚟安尼，也都係我哋最開始希望本人看到嘅時節，都講唔覺得係伊啲報紙地度會看到一種東西吼，啊報紙地度嘅寫也嘛嘅全部都係片面。哦，動到嘅自信，也嘅海報美好吼，也講也係結束以後拿咗去收藏，也 contact 以後，係講真嘅有導演有演員嚟到現場做彩排，叫出隻咪搶名啊，係啊，就標起來掛啲木卡，係啊，安尼設計好動有心啦吼，要不然其實對規劃家講，希望行下年輕吼，包含一開頭看到也嘅推演人。咩係22年吼做天師天陽一逢嘅吼林哲熹，佢代表係也台也新時代一個生命力嘅感覺係嘛？係，其實我哋22年吼前面也代言人吼，大部分都會佢後生嘅人吼，包括像去年嘅傅孟博吼，今年我哋前面林哲熹嚟做我哋也代言人。當然佢前幾年嘅記者會地都係都講過吼，講其實伊含前佢唔管係天陽還是天師地都係佢拍片嘅時間，來有安尼去安尼演出嘅機會講佢地都係來談戀愛吼，啊替擺佢安尼也形象片地都係做安尼談戀愛感覺，因為像以前譬如講伊嘅去年嘅作品吼，狂徒還係講與惡的距離吼也兩個作品裡度誒，伊都發現講嗰種佢角色當中吼，唔係講親
无穷用啦吼，所以讲伊咧上挨嘛，嗰个上喺伫佢嘅戏剧里边啊吼，来有安尼谈恋爱嘅伊嘅表现吼，也係伊嘅希望。你的就可以记笔啦。好，我希望要拜天阳哈，白色朗普嘅天阳哈，4年嘅時間一定非常精彩。等下多陣來吼，當然愛圖大家吼，搶先看到嘅人講嘅片花，好冇？大家了一下，繼續進到節目當中來哦。大家進到呼吸來咧，根本嘅桃園嘅天陽節愛伴大家黏黏嘅感動哦，嗬，家下主任嗬，勸主任今日帶來按度嘅片咧，嗬，白色朗普嗬，我知道你嘅動腔，因為呢，單槍看嘅總片花，你就底喺冰山一角咩？唔過就帶出來，無論係滑板嘅文化、日本嘅天陽、加拿大嘅天陽、法國嘅天陽等等，嗬，韓國佢哋會邀請眾多嘅桃園啊，嗬，佢哋來到台灣分享，嗬，要不要發青島嘅心思啊，嗬，同大家討論一下，來看天陽到底有乜嘅方式，一講用乜嘅角度來呈現。其實我哋喺前幾年我哋有辦過，喺桃園辦過3場嘅安尼選片指南哈，有請到包括到策展人哈，還講選片人哈，還講有影評人哈，專業嘅影評人來針對到我哋桃園嘅也天陽節，我哋地度嘅也就選嘅也片嘅哈，來同大家分享講地度嘅。我哋佢哪條片咧是乜個主題，佢要帶到本大家人感動嘅地方，係講哪條主題，係可以對也有興趣嘅，可以去看嘅安尼。所以講我哋也地度嗬一擺線嘅有8個單元，8個單元係，一條8個單元地度嗬，包括講像我哋講嘅有滑板也單元，滑板單元我哋看到啲嘅，佢我哋手冊地度嘅也都係伊啲。最明顯手冊路嘅滑板單元哈，像係滑板單元啊，包括講非主流啊，還講啊人家的亞洲電影啊，亞洲電影的愛情觀哈，啊也20年的特別放映哈，在嗰度還有青春比賽之次物語一條主題，咁一條主題地背後其實有幾多我哋想啊哈，我哋選嘅一片咧哈，換幾多人來看啊，包括講。伊本身以前可能唔係好看天陽，係講對天陽係能好看商業電影，對呀天陽某一天該有興趣嘅人，係必然佢因為呀主題可以入來到我哋呀天陽嘅呀世界。譬如講滑板可能伊可能好教滑板某一天好看天陽譬如講像我哋有一啲音樂城市板塊，第八要介紹個。從有就是說介紹到嘻哈，介紹到一條音樂嘅也搖滾樂啊，一條片嘅嗬，一條片嘅地度嘅
尤其喺城市音乐板块底部吼，有2部片咧，喺我哋国际首映哦，喺台湾也替代，喺全世界替代来做也天样吼，所以嘛喺企也就因為世界地圖嘅吼，我哋看到講嗰度嘅論壇啊，好，還講嘅也就論壇還講也就群組裡邊吼，嗰度人哋各意人哋主題嘅人吼，因為會分享，嘛希望講下來到桃園來看下天樣，吼來關心講，譬如講像嘅滑板嘅主題，因為本身嘅女導演啊，Yuri 哈本身會來台灣哈，會來做一啲互通啊哈，所以我哋希望講啊，因為從我哋教我哋滑板嘅人啊，我用嘅翕啊因為各己嘅一啲角度哈，看起來佢冇窮樣哈，我哋講也次文化哈，滑板可能係一種嘅錯，譬如講我哋也可能錯半夜次文化，某一天都聽過呢啲時間變得主流。好嘛，某一天哈，所以講從滑板，伊喺2020年東京奧運嘅時間，伊本身一路變啊奧運嘅正式項目。比賽嘅項目，大家就開始看到呀，真實嘅比賽有做安尼嘅表演，嘅一個比競賽啦，哈。係啊，所以變啊講唔係講一天係安尼路係嘅次文化嘅東西變聽過呢個時間，變啊改從一個主流哈，一個教滑板一地步嘅。西門嘅教滑板有各種嘅次文化地圖嘅次文化，安尼族群地圖有個小意思咯嚇。也 Yuri 喺日本嚇本身嚟講，伊即家還有教滑板，教嘅嘛係因為即家有一啲團隊嚇，包括講西門嘅鄉下嘅教滑板嘅團隊嚇，一擺嘛會鄉下來台灣嚇來做表演，我哋喺18號嘅時間，嚇我哋都喺新思公園。出高鐵咧咩？係，我哋新思公園、桃園新思公園滑板場嚇，都有安尼表演嚇。主要講我哋桃園本身嘅滑板選手以外嚇，啊包括 Yuri 帶領嘅團隊來向下來獻祭嚇。啊當然啦，我哋現場嘛會做一啲特映會嚇，有本日喺現場本日就考安尼主題嘅。也族群吼，可能看下嘅天樣。安尼講起來，其實一個天樣唔但搶出迄個做天樣俾大家看哈，看天樣嘅人生，其實連結到人嘅生活。一講寫大家出來講，透過天樣人思考講，平常時人哋做嘅事情，人熱愛嘅事情，人興趣嘅事情，扮上大螢幕哈，會變到樣嘅。感覺即家同大螢幕係同集權嘅感覺，有安尼嘅感覺，嗰人家一直強調五星，都係談起來五星主義有喎。當初地度韓國有一部片啊，叫《瘋狂密錄》哦。係《瘋狂密錄》哈，一部片咧哈，人講我哋嘅單元嘅佢非主流。一部片咧嘛喺亞洲做首映哈。一部片咧以地度嘅講咧，都會講我哋有啲。黑人啊，女性啊，以本身來講，以係的從政者，嘛時常去上政論節目。你看同時沒有樣片啊，哈。一講奇怪咯，以佢安尼歌上嚟度啊，哈，以前係一啲改火藥，我佢也政壇火藥嘅人啊。有一日，其實嗰時節度後 CNN 開始開台。而嗰時節伊咁樣講 FBI 啊，可能有佢監聽，或者跟監，你那某個時間上到，嗰時間還沒從一下數位嘅時代哦，嗰時全部係 VHS 嘅時代，一路可以卡同門關起來。24點鐘哦，開始同美國嘅新聞台開始錄影，24點鐘錄嘅3年。哇！7萬人塊嘅錄影帶 VHS 錄影帶，到2012年伊過身嘅日，也件事情讓本人發現。也算係一紀實嘅哈。係，伊都咁樣講，所以講，而家時間你看到也時代嘅轉變，我哋一下回頭來看，伊嘅也 VHS 過時，咩非主流。唔過佢記錄下同正式也係講，嗰種是同到意識形態嘅東西。係，而嘛看到而家時節嘛，我哋講啊，我講而
伊迄咩先知啊？啊，有时节，这时间讲来讲啊，伊可能哦，可以这时节的舆论，因为讲伊迄咩点点啊，哦，因为做安尼的事情哦，客户卡又收钱呐，又本人知道佢当初疑神疑鬼安尼。多难民的时节也普遍的地步，还伊访问到伊的夫师，还伊的这个乌卡迪度的管家，伊讲伊连吃饭嘛，佮伊都无嘛会行出去见的，哦，如能大概伊的2.5公分的个从头，同讲法来吃饭做嘛个，哪有安尼哦？全部从这个管那个地度的，当天数呢？所以伊的生意呢，伊先生对啊无了解，伊都以个人的无人伫遐应用为安尼，用去做安尼的事情。不过以上记录到也30年来，全部也国际情势所有的变化，包括讲伊个时间一路上到讲，还来一听哦，本个 FBI 哦有跟监哦，还一种做嘛个窃听哦，还讲也还媒体哦，可能会做假新闻啊，一堆东西，唔多研究的，当然也可以看的时间，他讲。伊迄咩先知啊？有冇有底下安尼的东西出来啊？听起来当神奇吼，用一下嘅民族看头摆发生的事情吼，可能但像讲也两部片的听听哦，就有动到无同样的感受吼。等下到阵呢吼，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底桃园天阳节会带本大家用的心痛的感觉，用的感动呢？我是红歌星。有我栖息的海湾。相片内底迄个人就是江医生，大家拢叫伊乌牛。20几年前杀人了，走路到今摆袂了掉。伊就是阮兜的一只狗，狗你就爱听话。我说：“奶奶，你这望远镜有什么特别的吗？”他就说：“我这个望远镜可以看到未来。”导演，其实钢丝不用掉更省事啦，而且演员也安全。黑蝴蝶不飞，叫什么黑蝴蝶啊？我没说拉钢丝啊。为什么老师都说把拉个两字背起来就可以解所有多项式的题目？运气问题啦。你不可能的死嘛，不可能变活尸。到下里，到下里。我明天早点过来。不用了，我明天休息。大家在一起比较有伴嘛。Once upon a time, in the land of Camertopia, there was a camera doctor, a rude-faced 55-year-old man dressed in drab. One would assume he was a hobo. People would keep their distance except for his wife. 哇！大家看到的就是亚拜桃园天阳节，台湾奖嘅意味真非常非常的精彩哈！我喺请问演员个亚拜特别有哈，台湾奖哈，从去年到今年哈，问大家喺那度看到人彩体嘅人才错嘛？系，台湾奖今年哈，我哋来报名嘅哈，差唔多190人铺嘅一条
天阳。哇，重赏鼓励哈，安尼迄动好的现象。嘿，安尼嘛，因为安尼吼，所以其实安尼佢去年开始吼，始终因为改从事呀，安尼台湾伊很留啊去台湾，哦，为到安尼呀影视产业啊，天阳嚟啊大片嘅也就导演也好，还讲演员哈，安变成最实质的鼓励，所以呢，设也台湾奖哦，那今年入围13部的也的天阳哈，米普鲁的一时之选啦哈，马上佢去年也好，今年也好，佢可能国内啊，佢台湾还讲外国来讲都有拿到无同样的奖，係。哇，總共13部嘅作品吼有入選啊吼，佢會辦最佳樣片一嘅、最佳演員獎2個、未來之星1個，我愛加看下片花，每個都很精彩。係啊，實在都難寫，不過呢，本體個看到吼，也13部嘅作品吼，有嘅我有看過，也就係都係最好嘅。真件都係最好嘅，當然190人嘅作品吼，要代表講吼，台灣嘅天陽界啊吼，越來越多新生嘅人才搶下來參與。係，其實我哋嘅台灣獎除了講去鼓勵我哋台灣嘅央視嘅創作人以外，吼，我哋地度嘅包括講最佳影片、最佳演員以外，我還有啲未來之星。未來之星應用嘅獻出來嘅咯，未來之星以獻出嘅方式係我哋判一啲評審團，還有上嘅評審團，青少年評審團，青少年評審團，主要係我哋拖延，唔可能係啦拖延，係講係拖延讀書，嚇，加一條高中嘅讀高中嘅嚇，高1到高3嚇，加我哋都變成做一啲培訓嚇，5年嘅時間嚇，加我培訓應用咯，比第一講冇嘅咁多敘事，冇嘅咁多觀點，冇嘅咁多。我哋用嚟去選角，有啲影片用嚟選角，還講唔要策展人嘅角度用嚟看一條天陽嚇，必做我哋嘅訓練。當然嚟報名咧，去年我哋第一擺我哋做嚇，其實大家嘅回響幾好啊，所以今年我哋要再一次我哋判去年嘅回響講，可以個動人心喎嚇，我嗰種我哋嘅也陽翠離開嚇，學到嘅東西嚇。比我喺課本你都會看到嘅較多吼，係想去接觸到我哋嘅東西。因為我哋有請嘅，除了講我哋一下好上嘅導演嚇，包括講演員嚇，像去年我哋請嘅黃河、溫真菱嚇，像今年我哋請嘅種大賀嚇，還講種趙逸嵐嚇，等等也都新生代演員嚇，因為也好上嘅比因嘅語言啊好，包括講因對呀影視嘅接觸嚟講，因為對呀各有興趣，所以透過安尼嘅課程吼，個神通嘅課程佢都會變成接觸第一步來接觸到安尼也天陽。係，嗰位呀同時咩啲培養吼，呀係好上人講青少年，佢哋用來看一個藝術。有一個參與也樣事情嘅吼，無共用嘅角度啊吼，動好呢，佢睇下吼，喺講上咗來看天陽，當然啲講去買票啦，吼嗰日嘅手冊，也出去睇下做啲索取嘅係嘛？係，喺呀，我哋去我哋呀天陽宴吼，我哋有嘅服務台地都會，做喺哪度？做喺哪度？好，快速同大家討論一下吼，也一打開就有發通嘅資訊。地都包含哇，當時呢8月23號，由搖滾音樂帶到天陽宴啊哈，天陽宴出去佢哋嘅擂台，搖滾樂出去佢哋嘅前途哈。本體來感受一下，也係目前我嘅創新，也拍攝少年也嘅樂團啊哈，嗰個也係有什麼嘅5星嘅工作，好，還個有也有泰史有對加拿大，還有講對法嘅嚇，還有當日本來嘅嚇，啊對，當然也歌唱地都嘅日本在台協會嚇，日本台灣在台協會也好，還有講法國在台協會都同人嗰度非常支持，比如講伊會同人聽書講啊，一年也在台協會地都嘅嚇，比如講一年可以聽書來聯絡也討厭也好，包括伊嘅機票啊，也都一年可以聽書嚇，來支持也都天陽嘅產業。各位本體嘅看到呀，台灣獎各位評審，
各位韓國當初要求用嚟買票呢，售票資訊係乜嘅呢？也就寫得講清楚。講嚟之後，一感通有一件事情就係講結合在地嘅人講產業，本所有來參加嘅朋友嗬，就感受到結合，比如講你來買票，就結合有送物嘅，係獨家嘅，係限量嘅，嗰個周邊嘅商品同大家介紹一下嗬。其實我哋會按嚟想嗬講。攀野天陽節哈，既然講我哋係基金會係一個半官方嘅一個單位哈，我哋都會希望講也係有一個社會嘅一個責任，哦，要講社會責任，要講我哋會同在地嘅產業來聽數，哦，比如講我哋地都會有龍潭果園沙區，也做藝錯，藝錯伊能做發展一個。沙期產業要高上力度嘅，一種藝術也就比如說海草包啊，吼，還有講伊個茶啦等等吼，伊咩希望講啊，有伊個可以曝光嘅伊個機會。當然，我哋對我哋桃園在地嘅伊個產業來講，我哋希望講透過電影節我哋天數可以避免嘅東西，可以我哋也就平台力度嘅吼。去展露哦，嗰時候就有結合啊手作嘅考察，也係講你在地產業嘅做嘅東西，就係講來看天陽，你就做得鮮亮，就做得有機會得到。嗰日嘅毛巾咩？嚇，韓國日嘅算係褲卡等等，然後全部有，都精彩。我想一擺嘅桃園天陽節，強樣本大家非常嘅感動嗬。最後我不囉嗦，一起快問快答，我問你講嗬，請問你心關度嘅練曲係乜嘅呢？其實嗬，上到睇得上到嘅嗬，大部分係音樂，有講係上到嘅天陽路係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嘅音樂係歌手冇去聽啲，如果係睇得可能係非常起來嘅，都係薩克斯風嘅音樂。哎呀，你有音樂嘅呢包，難怪一擺主視覺地度有音樂同天陽影像嘅結合啊！嗬，我想可能青島嘅觀眾朋友就有安尼嘅感覺嗬。今日非常感謝主演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咁精彩。當然時間係唔啦，有請大家落到戲院來看八色狼鋪當精彩一時之選嘅好天陽哦！再一次感謝，每感謝所有嘅朋友今日收看節目，還有有請大家上桃園天陽節嘅臉書粉絲專頁去follow下那道新嘅消息咯。有請大家等下聽聽先生來做運動，愛將來聊聊。